我好希望各位可以同身邊嘅朋友講，大家一齊勇敢咁行出嚟，我哋一定要為香港嘅未來發聲。星期日，立法會外有團體舉行撐釋法集會，支持人大釋法，並要求撤銷梁頌恆、游蕙禎嘅議員身份。多個青年團體發聲，批評梁游衝擊一國兩制，當中包括城大學生莫家傑。因為我覺得宣誓呢個風波唔單止淨係一個僅宣誓事件，而係講緊我哋香港嘅未來。如果我而家都唔為學生去企出嚟，去制止呢個撕裂，去修補翻呢個撕裂嘅話，我覺得喺未來香港嘅情況只會越嚟越差。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會長蔡家振話：釋法前夕有人衝擊中聯辦，梁游亦都參與咗呢一啲嘅違法行為，根本唔遵守法律，兩個人唔可以代表香港。工聯會同民建聯小花陳穎欣同賴家文星期日亦都有參加集會。陳穎欣直斥梁游兩人行為嚴重影響咗立法會嘅運作，佢希望反對派唔好再包庇梁游。賴家文就話：近年港獨激進分子不時喺網上散佈負面信息，佢哋會鼓勵青年分享開心快樂嘅信息，等後生仔可以有得揀。參加集會嘅市民黎小姐鬧爆梁游係小學雞，批評佢哋喺莊嚴嘅宣誓中搞事。佢本人贊成人大釋法，認為盡早解釋清楚係好事。從事文書工作嘅楊生就認為兩人宣誓時只係做 show， 行為令人反感。反對派支持梁游，令人感覺係包庇佢哋兩個。讀中一嘅副同學就話：梁游唔尊重宣誓，態度同行徑都相當差，使用支那一詞傷害中國人感情，勾起痛苦嘅記憶。隨住宣誓風波進一步發酵，越嚟越多嘅後生仔甚至小朋友參與反港獨集會，為自己發聲，抗議播獨梁游代表香港。